题目是结果子的生命。我们有请洪牧师。彼得之所以鼓励我们要多多的努力追求靈命的成長，彼得之所以要求我哋多多努力繼續去成長，主要就是要我們結果子。主要咧就係要我哋去結果子。彼得後書跟我們所讀的第1章第8節，彼得後書嘅第15章嘅1到8節。第一章。彼得後書第1章。彼得後書嘅第1章第8節。第8節。2 Peter chapter 1 verse 8，彼得後書的1章8節，彼得就說了，因為呢，你們有了這幾樣，並且持續增長，就必叫你們在確實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，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。彼得後書1章8節咁樣講，因為你們有了這幾樣，並且繼續增長，就必叫你們在確實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，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。我們之所以要努力使屬靈生命能夠成長，我哋之所以要努力令到屬靈生命成長，是因為我們要為主耶穌基督結果子。係因為我哋要為主耶穌基督去結果子。這也是主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期盼。呢一個亦都係主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期盼。約翰福音第15章。喺約翰福音嘅15章。約翰福音第15章，耶穌說：我就是真葡萄樹。約翰福音主講：我就是真葡萄樹。然後耶穌說：凡屬我的人。然後主耶穌講：凡屬於我的人，如果不結果子的話呢？如果不結果子，他就剪去，佢就修剪乾淨。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。而結果子嘅，佢就修剪乾淨。以致讓他們可以結更多的果子，以至於佢哋可以結更多嘅果子。主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第15章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主耶穌喺15章，約翰福音嘅15章好清楚話俾我哋聽。佢話不是你們揀選的我，佢話唔係我，你哋揀選我。耶穌基督說，耶穌基督講，不是你們揀選的我，唔係你哋揀選咗我。It is not you who chose me， 不是我們選擇信耶穌，唔係我哋去選擇去相信耶穌。不是你們揀選的我，唔係你哋揀選，是我揀選的你們，而係我揀選你哋。是我揀選的你們，係我揀選你哋。所以昨天晚上和平小組是和平嗎？和平小組，和平小組在討論這個關於揀選議定的問題。和平小組喺度討論緊議定嘅問題。我們之所以能夠信耶穌，我哋之所以可以相信主耶穌，是耶穌揀選我們。係主耶穌佢先揀選我哋。記得是耶穌揀選我們。係耶穌揀選我哋。We are chosen by Jesus Christ。我們被耶穌所看上，所揀選。我哋係被主耶穌所睇見嘅，佢揀選我哋。那耶穌為什麼要揀選我們呢？咁主耶穌點解要揀選我哋呢？耶穌說第16節，你看第15章第16節，約翰福音15章16節。約翰福音嘅15章嘅16節。John 15:16，約翰福音15章16節。喺約翰福音嘅15章嘅16節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就是結長存的果子，就是結常存的果子。使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必定賜給你們。使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必定賜給你們。所以基督徒，我們是要結果子的。我哋係需要結果子。我們的生命必須要結果子。我哋嘅生命必須要結果子。因為聖經也把我們形容成一棵樹。因為聖經都將我哋形容為一棵樹。記得嗎？大家記唔記得？詩篇第1篇。詩篇嘅第1篇。我們像一棵樹。我哋好似一棵樹。栽種在哪裏？種喺邊度呢？在溪水旁。喺溪水邊。然後按時結果子。然後按時去結果子。所以彼
彼得也是如此，要我們不斷的成長，以致我們可以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。所以彼得亦要求我哋不斷咁去成長，而不至於係懶惰。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很快來思想這個結果子的生命。所以我哋今日好快嚟思想呢個結果子嘅生命。我們去看約翰福音第15章。我哋嚟睇約翰福音嘅15章。耶穌說：我是真葡萄樹。主耶穌講：我是真葡萄樹。那麼我父是培植的人。我父是培植的人。那天父是那一個栽種的人。天父係嗰位栽種嘅人。耶穌是葡萄樹。主耶穌係一棵葡萄樹。那你和我就是枝子。咁你同我就係枝子。其實這個葡萄樹跟枝子所要帶出的就是生命的連結。葡萄樹枝子要帶出嘅就係生命嘅連結。枝子必須要連在葡萄樹上。枝子必須要連結喺葡萄樹上。因為樹，那個葡萄樹是借枝子來結果子。因為葡萄樹係藉着枝子去結果子。而枝子是有賴葡萄樹來生存。而枝子係賴於葡萄樹生存。所以枝子跟葡萄樹的關係。所以枝子同葡萄樹嘅關係。是一個生命密切聯繫的關係。係生命密切聯繫嘅關係。記得葡萄樹是借着枝子來結果子。記得葡萄樹係藉着枝子去結果子。而這個枝子必須是有賴樹以生存。而呢個枝子必須要有賴於呢棵樹而去生存。也就是說，如果這個枝子不在這個樹上，亦即係話呢個枝子如果唔喺呢一棵樹上，這個枝子什麼都不是。呢一棵枝子就乜嘢都唔係。我們都是基督徒。我哋都係基督徒。基督徒。基督徒。如果基督徒把基督拿掉，如果基督徒將基督除去，剩什麼？會成為乜嘢呢？啊？基督徒把基督拿掉，你就剩下徒。基督徒如果除去基督嘅話，剩翻徒。什麼叫做徒？乜嘢係徒呢？徒然。徒然。我們就什麼都不是。即係話我哋乜嘢都唔係。我們可能就是賭徒。或者我哋會成為賭徒。我們可能是酒徒。酒徒。可能是煙徒。煙徒。什麼徒都有了。會成為。如果不是基督徒，如果你唔係基督徒，那就是糊裡糊塗。你就係糊裡糊塗。什麼徒都是了，那變成是徒然徒有。即係徒然啦，即係徒有。如果沒有基督，我們就是徒然存在。如果冇咗基督，我哋就係徒然咁存在。我們是完全什麼都不是。我哋完全。We are nothing apart from Jesus Christ。離開耶穌基督，我們什麼都不是。離開耶穌基督，我哋乜嘢都唔係。我們也什麼都不能夠做。我哋亦都乜嘢都唔可以做。因為耶穌基督說：離了我，你們什麼都不能做。因為主耶穌曾經講過：離咗我，你哋乜嘢都做唔到。所以枝子必須要活在樹上。所以枝子必須要活喺呢棵樹上。那麼樹就靠這個枝子來結果子。咁呢棵樹就通過呢一個枝子嚟結果子。所以有兩種果子，兩種枝子。有兩種枝子。那耶穌說：屬我而不結果子的。主耶穌講：屬我而不結果子的。那他怎麼樣？佢就會點樣？他就怎麼樣？第二節說：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喺第二節佢講所有屬我而不結果子嘅，佢就會剪去。不結果子的，他就剪去。如果你唔結果子嘅，佢就會剪去。He will take away the branches that bear no fruit。那麼這裡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呢度講嘅係咩意思呢？那基督徒就問了，那麼是不是可以表示我不得救呢？好多基督徒問，係咪咁樣代表我唔可以得救呢？不結果子，他就剪去，那是不是表示我們就不得救呢？唔結果子佢會剪去，即係代表我哋唔會得救呢？那這個意思就是，凡是屬耶穌的，呢度意思講，凡係屬於耶穌嘅，一個真正屬於基督的，一個真正屬於基督嘅，他不會不結果子的。佢唔會唔結果子。屬基督的，一個真正屬基督的，不會不結果子的。一個真正屬於基督嘅，佢唔會唔結果子。但不結果子的，但係唔結果子嘅，就不會是真正屬於基督的。就唔係真正屬於基督。OK，屬於基督的，
屬於基督嘅，它不會一直不結果子的。佢唔會一直咁唔結果子。那麼一直不結果子的，咁一直唔結果子嘅，也不會是真正屬於基督的。亦都唔係一個真正屬於基督，就係咁樣。所以將來在審判的時候呢，所以將來面對審判嘅時候你就，知道了，你會知道哪一些是真正屬基督，哪一些不是真正屬基督的。邊啲係真正屬於基督，同埋邊啲係唔係真正屬於基督。我們現在都不知道，我哋而家唔知道，其實我們也不是不知道，其實我哋並非唔知道，我們可以看得出，我哋可以睇得出，看我們的生命的行為，睇下我哋嘅生命、我哋嘅行為、生命的表現，我哋生命嘅表我現，們大概就知道哪一些是真正屬於基督的。我哋大概就可以睇到邊一位係真正屬我在說，於基督。一直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不會是真正屬於基督的。一直唔結果子嘅枝子，唔係屬於基督嘅。一個真正屬於基督的，也不會一直不結果子的。一位真正屬於基督嘅，亦都唔會一直不結果子。但是如果你屬於，但是那些不屬於基督、一不結果子的，上帝就剪去。嗰啲唔屬於基督，亦都唔結果子嘅，上帝就會剪去。那麼那些屬基督的，屬於基督嘅，一個屬基督的，不但要結果子，一個屬於基督嘅，唔單單要結果子，而且還要必須接受修剪乾淨。而且必須要面對接受呢個修剪乾淨。他說結果子的呢，他就要把它修剪乾淨。佢話所有結果子嘅，佢就修剪乾淨， pruning， 然後讓它能夠結更多的果子。然後讓佢可以結更多嘅果子。所以基督徒我們不但要結果子，所以基督徒我哋唔單要結果子我，們還要接受神的修剪，我哋仲要接受神嘅修剪，好讓我們可以結更多的果子。好讓我哋能夠結更多嘅果子。什麼叫修剪呢？點樣係叫修剪呢？是上帝會管教我們，即係上帝會管教我哋，上帝會就像父母親要為了讓孩子更好，父母親一定要管教孩子。即係父母為咗孩子嘅好，必須要管教佢哋。Chastise, God will chastise us so that we may bear more fruit。上帝會來管教我們。上帝會嚟管教我哋。神怎麼管教我們呢？咁神點樣管教我哋呢？有時候上帝會允許我們去遇到一些的困難，有時上帝會允許我哋面對一啲嘅困難一、些問題，為的是要喚醒我們，為咗係要喚醒我哋，或者讓我們能夠遇到一些困難，為的是要潔淨我們的生命，或者我哋遇到一啲困難，神係為咗要潔淨我哋嘅生命使，我們更剛強。令到我哋更加。總而言之，上帝會在我們的身上來做工的。總之，上帝會喺我哋身上會做工，把那許多攔阻我們不長進，將嗰啲好多攔阻我哋令到我哋唔可以成讓許長，多攔阻我們成長的東西全部拿掉。讓嗰啲攔阻我哋成長嘅障礙去你明白嗎？除去。大家明唔明白？所以說，上帝讓你失去一些東西，不是好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上帝有時令到我哋失去一啲嘢，未必係壞事。你明白嗎？大家明唔明白？有時候上帝會從你的生命中、從你生活中拿掉一些東西，因為那些東西攔阻我們成長。有時上帝會喺我哋生命入邊去攞走一啲嘢，嗰啲嘢就係攔咗我哋所以成長。上帝會拿掉，所以上帝佢會除去，會遇到一些困難、我哋會遇一些到困難、問題、問題、一些打擊、一些挫折，一啲挫折，就是要試煉我們。就係要修煉我哋每一個基督徒，每一位嘅基督徒，每一個真正結果子的基督徒，每一位真正結果子嘅基督徒都必須經過上帝的修剪，都必須要經過上帝嘅修把剪，那許多攔阻我們結果子的東西全部丟掉，將嗰啲攔阻我哋結果子嘅障礙全部丟讓我們生命去，得到潔淨時候，可以結更多的果子。讓我哋生命得着潔淨，而去結更多嘅果子。那麼到底要怎麼樣結果子呢？咁究竟我哋點樣去結果子？這邊的果子不是，我上禮拜我們會再談，上帝要求我們生命的果子有哪幾種？下個禮拜我哋會再去學習，上帝要求我哋嗰啲生命嘅果子有邊幾種？這邊的果子不是福音的果子，呢度嘅果子唔係話福音嘅果子，這邊的果子是屬於道德的果子，呢度提到嘅果子係指道德嘅果子，特別是愛。特別係愛。這邊的果子是指道德的果子，呢度所指嘅果子係道德嘅果子，特別是愛。特別係愛。那我們來看這個第16節。我哋嚟睇約翰福音15章嘅16節。Verse 16 15章16節。約翰福音15章嘅16節。也就是說，
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就是結長存的果子。耶穌講，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就是結常存的果子。什麼是長存的果子？乜嘢係常存嘅果子？什麼是長存的果子？乜嘢係常存嘅果子？啊，忘記了。保羅說，如今長存的有。保羅講，如今常存嘅有。啊，如今長存的有信望愛。如今常存嘅愛有信望愛。然後你再看這個15章的第12節。然後我哋睇翻上邊嘅12節，15章嘅12節。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這邊所講的這個果子呢，是屬於愛的果子。所以呢度提到嘅果子就係愛嘅果子。因為在第15章第9節，喺15章嘅第9節，他說父怎樣愛我，我也怎樣愛你們。佢講，父怎樣愛我，我也怎樣愛你們。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裏，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裏。所以很清楚，從上下文告訴我們，這邊耶穌所講的果子是指彼此相愛的果子。上下文提到呢一個果子係主耶穌係提到係愛嘅果子。就上個禮拜我們所講的，彼得要我們有弟兄的愛 ，brotherly love。即係上個禮拜我哋提到弟兄之間嘅愛。然後呢，彼得也要我們有愛。然後彼得又要我哋要有愛。對神、對事、對弟兄姊妹、對人都要有愛心。對神、弟兄姊妹、其他嘅人，我哋都要有愛心。所以這裏耶穌再次告訴我們，他盼望我們結的果子就是愛的果子。所以主耶穌喺度提到，佢盼望我哋所結嘅果子就係愛嘅果子。當然還有其他道德的果子。當然啦，仲有好多其他道德嘅果子。那麼還有聖靈的果子。仲有聖靈嘅果子。聖靈嘅果子。記得嗎？聖靈的果子，黃牧師不是跟我們分享聖靈的果子。黃牧師曾經同我哋分享聖靈嘅果子。還沒有講完，對不對？都仲未講完。那是加拉太書5章22節。加拉太書嘅15章。5章22節。5章嘅22節。總之，上帝要我們的生命結果。總言之，上帝要我哋生命結果子。像一棵樹要結出那棵樹的果子。好似一棵樹，佢要結出呢一棵樹應該有果子。我們基督徒有神的生命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基督徒有神嘅生命。我們就必須有生命的改變。我哋生命必須要改變。然後我們在外面的言談舉止必須跟這個生命是相符合的。然後我哋嘅言談舉止必須與呢個生命相符。這就是果子了。呢一個就係果子。所以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生命，我們就必須要有這樣的行為。我哋有咁嘅生命，必須我哋有咁嘅行為。我們的行為必須要能夠彰顯我們的生命。我哋嘅行為必須要彰顯我哋嘅生命。我們的生命必須要透過我們的行為給彰顯出來。我哋嘅生命必須要透過我哋嘅行為嚟到彰顯出嚟。好，秘訣。秘訣。我們怎麼樣能夠結果子呢？我哋點樣能夠結果子？耶穌說：住在我裏面。耶穌講：住在我嘅愛裏。Abide in me。這個 abide means stay or remain， 就住在中文把它講住在耶穌裏面。即係住在耶穌裏面。這個住在裏面，在這段經文裏面出現了11次。喺呢段經文入邊提到住在出現咗11次。11次這麼多。11次咁多。所以枝子如果要結果子，它就必須住在這個樹裏面。所以枝子如果要結果子，必須要住喺呢一棵樹嘅裏邊。所以這個住表示與主維繫生命的重要關鍵。呢一個就係與主維繫嘅生命嘅重要嘅關係。We must always get connected with the Lord。我們必須要常常跟主能夠有生命的連結。我哋必須要時常同主有個生命嘅連結。這就是住在耶穌裏面。呢一個就係住喺耶穌裏面。那我們怎麼樣能夠跟主連結呢？我哋點樣去連接於主呢？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。常常來敬拜神。常常嚟敬拜神。讀神的話語。讀神嘅話語。向神禱告。向神去禱告。侍奉神。去侍奉神。遵行神的話語。去進行神嘅話語。這些都是住在神裏頭。呢啲都係住喺神嘅裏面。就表示常常跟這位生命的主有生命的連結。就係時常與呢個生命嘅主有一個連結。最好的就是禱告啦。
最好就係禱告，整天跟他上帝禱告，向神講話，跟神溝通，時常同神去講話去溝通，然後讀神的話語。然後讀神嘅話語。讀神的話語是神向我們說話，讀神話語嘅時候，神係向我哋講說話。禱告是我們跟神講話，禱告係我哋向神去講說話。敬拜神是來表達我們對上帝的愛和感恩。敬拜神係代表我哋對神嘅愛嘅感恩。然後遵行神的話語，表示我們順服上帝。進行神嘅話語係代表我哋順服神嘅話語。奉獻神，我們奉獻金錢，表示我們對神的愛。奉獻金錢係代表我哋對神嘅愛。這一切都是住在神裏頭。呢一切都係住喺神裏面。神說：住在我裏面的，我也住在他裏面。神講住喺我裏面嘅，我亦都住喺佢嘅裏面。有時候我們很難明白，神住在我裏面，我又怎麼住在他裏面呢？有時我哋好難明白，神住喺我裏邊，我點樣去住喺佢裏面呢？我住在神裏面，神又如何住在我裏面呢？我住喺佢嘅裏面，佢又如何住喺我嘅裏面呢？怎麼辦？就明白嗎？點樣去理解？如果我住在神裏面，如果我住喺神嘅裏面，那神是比我大嗎？神比我大，但神又住在我裏面，但係神又住喺我嘅裏面，我又比神大，我又比神大。到底誰比誰大？究竟邊一個比邊一個大呢？如果我在神裏面的話，如果我喺神嘅裏面，那麼神如何又在我裏面呢？神又如何進入我？那如果神在我裏面，如果神我又如何在神裏面呢？我又點樣進入去神嘅裏面呢？我們不明白，對嗎？我哋好難明白，好難理解。你用你的毛巾，你用你嘅毛巾丟在那一盆水裏頭，放喺一盆水嘅裏邊。你的毛巾浸在那個水裏面，你嘅毛巾咧完全浸喺水入邊。那麼毛巾在哪裏？毛巾喺邊度啊？在水裏面。喺水嘅裏面。水在哪裏？水喺邊度咧？水在毛巾裏面。水喺毛巾嘅裏面。明白了嗎？所以你把那個毛巾拿起來的時候，裏面都是水。所以你攞起呢條毛巾嘅時候，成條毛巾都係水。所以上帝就是那麼的大。所以上帝就係咁大。我們就在上帝裏頭。我哋喺上帝裏面。上帝也完全浸透我們整個的生命。然後上帝又完全滲透喺我哋嘅裏面。就是這個意思。就係咁樣。我們在神裏面。我哋喺神嘅裏面。神也在我們裏面。神亦都喺我哋嘅裏面。就是我們所活出來、所表現的都是上帝。所以我哋活出嚟嘅全部都係榮耀神。這就是結果子的秘訣。呢一個就係結果子嘅秘訣。住的意義是什麼呢？住嘅意義係咩呢？基督在我們裏面。基督在我裏面。我們照基督所行的去行。我們照着基督所行的去。約翰一書第2章第6節。喺約翰一書嘅2章嘅第6節。我們照着上帝所行的去行。我哋照着上帝所行嘅去行。這就是基督在我們裏面。呢一個就係基督喺我哋裏面。離了主，我們什麼也不是。我哋什麼也不是。什麼也不能做。什麼也不能做。但願我們的生命呢，就好像一棵樹一樣。但願我哋嘅生命就好似一棵樹一樣。向下扎根。向下扎根。向上結果。向上去結果子。神的道如果沒有升值在我們的心中。神嘅道如果冇升值喺我哋嘅生命入邊，我們就結不出果子來。我哋冇辦法能夠結果子。所以耶穌說：你們因着我所講的道已經乾淨了。所以主耶穌講：你哋因着我所講嘅道，你哋潔淨。這是什麼？我們要聽神的話語。呢一個就點解我哋要時常聽神嘅話語？就是我們要吃神的話語。我哋要吃神嘅話語。神的話語不單是我們生的糧。神嘅話語唔單係我哋嘅靈糧。神的話語也能夠潔淨我們的生命。神嘅話語亦都可以潔淨我哋嘅生命。所以詩人說：少年人用什麼來潔淨他們的行為？所以詩人講：少年點樣用啲乜嘢去潔淨佢哋嘅生命？少年人如何潔淨他們的行為？少年人點樣去潔淨佢哋嘅行為？就是遵行你的話語。就係遵行神嘅話語。神的話語能夠使我們潔淨。神嘅話語令到我哋可以潔淨。神的話語能夠使我們剛強。神嘅話語可以令到我哋剛強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聽神的話語。呢一個就係點解我哋必須要聽神嘅話語，遵行神的話語，去遵行神嘅話語。這就是住在神裏面。呢一個就係住喺神裏面。神也住在我們的裏面。神亦都會住喺我哋嘅裏面。除非神的話語升值在我們的心中，除非神嘅話語升值喺我哋嘅生命嘅入邊，我們就結不出果子來。我哋就冇辦法結果子。我們一起禱告。我哋一起禱告。求你幫助我們，讓我們的生命能夠藏在主裏頭，得作潔淨，得作剛強，以致我們真的能夠像主所說，為你結出
长存的果子，我们的父就多得荣耀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做洁净、做刚强的工作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话语上扎根，以致我们向上能够结出果子，荣神益人。谢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